你覺得大家嗰個心態上有冇開闊到呢？我哋有轉數啦，但係我哋心理上調唔調節得到呢？其實咧好多時候就遇到新嘢咧，大家都會覺得關我咩事呢？或者係唔係我適合去做呢？或者係咪我能夠好善用呢一個機遇呢？大家都會有一個好害怕嘅一個想法都未定。正正係呢個方面呢，有好多大學呢，包括城市大學呢，佢哋有一個即係未來學習研究院。咁其實就好希望咧，就將人工智能呢啲嘅技術咧，就向我哋普羅市民去推廣。其中一個做法咧，就係希望咧由教育開始，讓我哋嘅老師點樣可以透過運用人工智能，可以加強佢哋嘅學與教。如果啲老師都具備咗人工智能嘅學與教嘅知識啊，或者經驗呢，其實我哋下一代嘅所有學生呢，我哋所有嘅小朋友下一代呢，都能夠呢，即係擁抱到呢啲新科技。咁呢個係其中大學要做嘅任務。呢個正正就係 Alan 頭先所講嘅串連啊，唔同背景、唔同階層嘅朋友咧，就係連成一線啊。不如咁啦 ，Alan 講下你其中一個研發嘅範疇咧，就係智慧城市啊。智慧城市裏面有好多唔同嘅範疇㗎，包括咧有智慧出行、智慧生活，亦都有智慧政府。其實香港政府都向住呢一方面邁進。你覺得而家咧仲有一啲邊個嘅地方咧，或者係邊啲位置我哋可以突破到嘅咧？嗱，其實咧，啱啱方敬怡你提到即係智慧出行啦，其中咧就我有一個博士生，其實咧佢就係本身係老闆嚟嘅喎，佢個公司咧就係做關於智慧出行共享單車嘅營運公司，佢運用好多嘅專家去睇下成個香港咧邊啲嘅單車咧係冇人揸。咁佢就會派人咧去執翻呢啲我哋叫做冇人揸嘅車咧，就去一啲熱門嘅點嗰度。咁當然啦，佢咁樣嘅營運咧，就係即係幫助到香港嘅綠色出行啊，或者智慧出行啊咁樣。正正係佢有管理咧，佢就贏咗其他冇管理嘅共享單車嘅營運公司。但係個卡咗喺邊個位置咧？就係下下都要揾啲同事咧望住個儀表板咧，去即係執翻啲車咧，其實就係做唔得好多㗎。咁於是乎咧，佢本身係揾我諗住我投資啦，結果咧佢而家成為咗我博士生㗎，就係即係想學習人工智能點樣去應用喺個業務嗰度。結果咧就花咗1年時間咧，就完成咗成個人工智能嘅系統。到今天咧，個營業額咧，即係冇升到10倍都有8倍嘅。呢個咧就係正正係人工智能透過即係智慧城市唔同嘅應用嘅一個成功例子。因為其實人工智能係會預估明天朝頭早7點上下班時間，或者朝頭早返學上班嘅時間，要嗰個地鐵站有幾多架車。咁其實係咁樣去優化成個嘅營運嘅喎。咁當然啦，呢個只係一個普通嘅例子。其實智慧城市咧好廣泛，其中咧就政府咧亦都大力推行，希望構建呢就香港作為呢一個國際物流中心、國際航運中心，進一步鞏固我哋世界領先嘅地位。運輸及物流局咧就即係透過同即係委託 LSCM 咧去幫手構建一個 PCS 嘅系統，就係 Port Community System， 就係港口社區系統。咁呢個系統係咩呢？就係透過全球嘅唔同嘅物流公司，或者全球嘅一啲航運啊、海運啊嘅唔同嘅數據嘅資訊，綜合晒落嚟，全部喺香港呢邊，透過人工智能嘅系統去做分析，去讓所有嘅用戶咧都知道佢件貨物由邊度去到邊度去拎呢件貨。邊度去 land 嗰件貨嘅時間有個最優化嘅叫做唔單止係最優化嘅時間，仲係最優化埋個錢，令到佢可以實時去追蹤到嗰件貨物。咁呢一啲咁樣嘅技術落地落咗落去呢個叫智慧政府嘅應用嘅時候呢，
正正就係另外一個人工智能成功推動智慧城市嘅例子。呢個正正都係我想問嘅下一條問題，就係講緊物流，因為物流都係好典型一個 AI 跨領域協作嘅例子，因為裡面咧又有供應鏈啦，亦都有啲嘅交通數據咁，同埋有成個城市嘅運作添嘅。你睇緊而家呢個物流嘅狀況咧，有冇邊啲優勢就係哇各位市民都已經享受得到，或者係預期就嚟會享受得到嘅咧？其實咧，我哋過去5年、10年咧，好興網購噶嘛，即係我哋成日都網上可以買好多嘢，世界各地嘅貨品都會嚟到香港，或者我哋基本上只可以喺個手機度撳幾個掣，其實啲貨品就可以直接嚟到，佢基本上係實時可以知道嗰件貨有冇喺嗰個供應商嗰度啦。個供應商出貨嘅時候，係幾時啦？喺個過程之中係去到邊個點，我哋都知道。呢啲咧日常生活嘅應用咧已經即係好普及。另外點樣可以再加入一啲即係未來嘅發展？透過人工智能去做咧？一方面就係可能係幫啲用戶自動格價啦。尤其是係我哋唔係淨係貨物嘅物流噶嘛。人都成日，我哋香港人成日都去旅行噶嘛。咁去唔同嘅地區，機票、酒店，個即係訂嗰個叫 booking 啊。咁嗰啲咧，全部咧都可以透過人工智能咧，可以第一加速咗我哋去搜尋我哋適當嘅機票、酒店或者我哋嘅貨品嘅即係加速我哋嘅時間啦。第二咧就係經濟效益啦，我哋可以揾到最啱心儀嘅最平嘅價錢嘅一個嘅服務同埋產品。第三咧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候咧就係我哋訂機票酒店成日都會改噶嘛。咁點樣可以幫到我即係預計到我呢個行程有變嘅，後面嗰啲可唔可以自動化幫我改晒佢咧？咁樣呢啲人工智能嘅助理咧，正正就係我哋未來5年會見到一個好龐大嘅機遇。因為由普通嘅人工智能去到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去到今天嘅生成式人工智能，下一步呢就基本上就係人工智能嘅助理或者代理。基本上佢呢唔係淨係幫我哋生成一啲報告啊，或者生成一啲資料啊，而係真係幫我哋執行埋一齊。甚至乎日後呢個人工智能助理或者代理，再下一步係咩呢？就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私人辦公室。你有數以百計嘅人工智能嘅專家，都係虛擬㗎嚇。咁咧就幫你做緊嘢。咁人點樣去面對呢個未來嘅機遇咧？譬如方敬儀，你下低咧已經有100個人工智能嘅助理啦，我又有100個人工智能助理。我哋今日做呢個節目，你又出條題目俾我，我後面啲助理咧就幫我手撰稿，就點樣去回答。咁有好多嘢咧，基本上我哋咧就係淨係處理 high level 嘅最高端嘅目標。實質嘅執行同埋操作咧，可能就交俾人工智能去做。咁樣嘅發展咧，我認為對於人類文明係一個好重大嘅改變同埋突破嚟嘅，因為就變咗人咧就唔需要再嘥時間去做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啦，就係諗一啲好創意嘅嘢啦。最後 Alan 俾個 AI 小錦囊俾大家，譬如有一啲嘅朋友覺得，我同 AI 好似個切身關係冇咁緊密嘅，包括我自己舉一啲例子啊，可能係餐廳嘅侍應，又或者係物流工人，甚至乎係健身教練。咁佢哋咧，其實係可以點樣用好嘅 AI 嚟提升自己嘅工作效率咧？其實我見到好多香港人咧，一路都有用緊嘅。個小錦囊係咩咧？就係我哋運用 AI 咧，唔使下下諗咧要俾幾多錢嘅。我哋可以用一個最親民嘅入門方式，就係使用坊間所有免費版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只要你覺得能夠點點滴滴去改善自己嘅生活咧，咁就已經 OK 㗎啦。呢個咧就係我發明一個平台，即係人工智能嘅助理嘅平台。咁其實免費俾公眾使用嘅。我個理念就係希望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私人辦公室。咁運用呢啲類似咁樣嘅坊間嘅免費嘅平台呢，無論你係查機票酒店也好，或者你去幫你有嘢唔識呢，你問佢，佢答你又好，或者我攞嚟出卷啊，或者做即係教材都好。其實只要運用呢啲嘅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工具，可以幫到我哋改善生活呢，就已經係邁上最重要嘅一步啦。